如果問我濟州島最療癒嘅地方喺邊度，一定唔可以錯過呢個黑鼻洋農場。相信我，你會遇到好多療癒嘅動物，你會見到啲羊個嘴不停咁喐，見到都想咬埋一份。佢哋除咗得意之外，仲可以飲水飲到懷疑瞓着咗。佢有飲過嘅咩？呢個唔係靜止畫面，仲要個頭上面有草嘅，仲有你會見到啄槍嘅鴕鳥，佢哋真係好親人，揼住個頭都冇嘢，真係非常之親人噶。入面仲好適合打卡添，工作人員會幫佢哋梳毛啦。除咗入面，戶外都可以買一套飼料，同埋你唔好以為餵啲羊，啲人就會理你。上次餵第一次唔識，第二次都係唔識，去咩？第三次都唔識。比起講行程，你會發現最記得呢度嘅平靜，嗰種療癒嘅感覺真係會上癮嘅。比較細粒嘅人會比高嘅羊追而跑，例如我咁。咩地方？除咗羊之外，你仲可以餵柴犬。勁我接到，本來諗住餵羊啦，點知嗱，準備啦，3、2、1，搭上咗佢哋啲台。你以為咁就完？當有隻豬突然行過嚟，喺度認真睇究竟要餵咩食物嘅時候，我想講咧，冇豬嗰粒頭，發現竟然冇餵豬喎。同人生一樣，好多意外都係好無奈嘅。呢個充滿特別動物嘅農場，嚟濟州島一定要嚟一次。除咗睇好療癒嘅黑鼻羊之外，人生有時真係要俾豬一個留意啊！留言一隻豬，我會傳送餵食清單同埋交通資訊俾你噶啦。